公告资料显示，今年头一季买厝贷款统计以30岁到40岁男性占45%，比去年同期是增加2%。让这贷款金额达对1212万，增加到1328万。这就代表讲，办一年买厝这贷款就加100万。就这不动产研究中心指出，厝价起源颠倒较细间的厝较抢市，伫台北市呢上少平的这个新建案只有10坪尔。台湾的高房价可能互真侪少年爸爸、父亲节压力也真歹减。根据联电中心今年第一季房贷统计指出，甲去年同期比，30至40岁男性买厝占4%是大多数，平均买的坪数是43坪，比起其他年龄层男性买的坪数9水，买厝总价也比去年加贵100万，来到1328万。明显的新青安的贷款人数也增加了，那这也去反映到市场上面呢，也非常多，像大概1200万左右这样的一个物件呢是非常热销。统计少年男性买厝贷款比例比起去年增加2%，虽然买厝贷款金额提升，也毋过有新青安政策有望带动不论是少年爸爸还是少年男性买厝的意愿。我是觉得可以当投资这是还不错啦，还是会有帮助啊。prefer 就是当然看它的环境跟交通的部分。都有不动产研究中心累经今年北台湾上半年推出的详细坪数建案，发现详细坪数只有10坪，位于中山区，先高均价落地120至170万，总价大约1000多万。比较小这些套房型产品，它可能低于15坪以下。那这样的情况上来说的话，其实对于一些想要做投资出租或者是说他未来想要期待转手获利的这些买方来说的话，其实相对之下还会造就出一波热潮。专家表示，目前后半年伫台北艋舺甲新北土城等地区传出新建案规划伫15坪以下，也毋过预计有望会吸引投资客。伫北台湾小体厝势也是有人抢。记者综合报道。